去年新落去的风采大体过想向泰沙韩国金陵也两寸嘅对岸桥梁，虽然新嘅桥梁已經起好嘅，唔過還無辦法過。本地嘅片橋未喺風采來之前就拆脫嘅，一下幾年搶咗地設架搭簡單嘅台嘢來處理去買民生嘅用品。另外落下嘅颱風流大雨，未造成部分大路中斷鐵，韓國農作物嘅損失。 去年的新落橋風采頭衝用橋打法，那個片橋依啲幫打橋風采來之前拆鐵，造成泰沙村和金陵村300人嘅村民無法進入，因為新起嘅橋落地面有1公尺嘅政策。幾年之後，世界通數來做簡單嘅台嘢。雖然用嘅專業方式當簡單，不過對有啲位市嘅民眾來講，也係唯一嘅選擇。慢性病嚟啊！ 哎，啊無有啊維持4年啊，命休去啊！哎呀，佢臨時橋，佢拆鐵過唔得，啊2年用臨時用行過來啊，交通就出面唔得。雖然日本嘅風采無對南條地區造成動態影響，不過中寮鄉嘅用者因為但是種地3排合，故所颱風吹下高，放到當嚴肅。 農民講事前已經做好防範的工作，不過目前的風還係土家的新企業大強強。你做這間無效？這無效啦，這攏還袂好，攏還要的嘛，這都包開無偌久爾。咱講啲水利鄉的排水路線，以棉花村的路合，今年就算貼一出去，路基本係清潔，同時變到無甜。高速公路局一緊急派人同路封貼，搶時搶本我都擺高。 各位提醒民眾，風采期間天窗要提高警覺，確保自家安全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條報道。